尊敬的各位评委、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我叫韩乐，来自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，是大四的学生。我学汉语3年多了。我演讲的题目是“天下一家”。天下一家其实就是刘欢的那首歌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我的心情飞在蓝色天空，你的渴望划过蓝色海洋。天下一家表达的是中国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美好家园，共享文明成果携手，共创未来。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，正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伟大民族，正致力于和平发展，人民幸福。天下一家的理念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同一片大海上的浪花，是同一棵大树上的枝叶，是同一座花园里的芬芳。在全球化时代，无论是病毒扩散，还是经济连锁影响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，其实就是让世界各国人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家庭的成员。虽然生活在不同的角落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拥有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文化，但我们却拥有同样的情感，同样的愿望。我们希望生活幸福，社会和谐。我们愿意看到人们脸上的笑容，愿意听到孩子们天真的歌声。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”让我们手拉手，肩并肩，共同创造人类天下一家的美好未来。我的演讲结束，谢谢大家。